回港長時間，而家接到蘇生，早晨。係，大家健康快樂啊！早晨，蘇生。咁今日嘅我想講咧，嗰啲立法議員啊，對澳門人民嘅忠誠度。咁啊，其中有29位嘅立法議員，咁啊，之前對佢嘅小選民嘅要求啊，確刻都應承，係嘛？又刻意喺自我宣傳，喺報章、抖音、微信，急人民之急。講到真嘅一條，咁一埋位就做舉手嘅機器，為支持政府而支持，為表忠而表忠，對澳門人民嘅倒行逆施，佢哋日日做戲，澳門人民知道佢演戲，佢亦知道澳門人民知道佢做戲，但係佢繼續做。咁就我就表揚張永春司長，佢不惜千里迢迢來到澳門，由中級公務員做起，但係佢在任何場合都捍衛我哋澳門人民嘅母語，非常好，對我哋澳門人民好尊重。係互相尊重啦。希望張司長先生必任下屆嘅特首，咁澳門人民就有福噶。呢個真係唔清楚啦。咁我講深層次矛盾啦，澳門啲住屋問題，回歸24年啊，北水南下，無此境。咁澳門啲地產巨商吸入佢哋嘅資金，偽稱自由市場，不斷推高樓價，令到澳門人民生不如死。佢仲背靠背，商人北水無上限，只有加有賺。咁推高啲樓價10幾倍。最近啲樓價有冇留意翻啊？嘅說話最近啲樓價咧，有啲樓唔係我嚟炒嘅。係啊，樓唔係我嚟炒，冇錯。好啦，多謝蘇生嘅意見啦。不過蘇生對一啲立法議員嘅睇法啦，即係每個市民都有一把尺嘅，咁各位嘅議員啦都可以即係繼續做好啲啦，加把勁啦，即係每個市民都有佢嘅諗法啦，做監督嘅。係，繼續有下一位鄭女士。